大家好，咁我而家就會講解一下空氣懸掛嘅調節。咁呢個就係009嘅主頁，咁呢度咧就會有個懸掛調節，咁可以撳一撳入去。咁你會見到而家係處於很低，因為而家係叫做泊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揸車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調到去標準。咁如果要過一啲好高嘅石級啊、門檻啊，咁就會可以撳一撳很高。咁呢度可以調節高度。如果呢度咧撳翻我的汽車呢度咧，入翻呢度快捷設置，咁呢度有舒適、經濟、運動同雪地。佢除咗係油門嘅調節之外，佢都會幫你調節埋空氣懸掛入邊嘅軟硬。咁喺舒適嘅時候，空氣懸掛就會變做係比較偏軟；咁喺運動嘅時候，咁懸掛就會偏硬。